Hello，Hello，喂，Hello，Hello，各位嘉賓、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下午好。咁我哋一日嘅新聞發佈會咧，就仲有幾分鐘咧就開始嘅。咁啊，大家可以繼續係啦，可以慢慢傾偈先啊。我哋仲有幾分鐘咧就會正式開始㗎。唔該晒各位，thank you。
好，Hello，大家好，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影咗一張大合照先。咁我哋有請青年團體代表嘅代表手拎住唔同嘅團體 pose 咧，我哋一齊影一張大合照㗎。係，有請各位埋位啊！咁我哋稍後咧完結咗之後咧，我哋都會同全場出席嘅嘉賓咧影一張大合照㗎。咁我哋而家先邀請我哋咁多位嘅青年團體代表啊，我哋拎住個 pose 影一張大合照先，係啦。好，望住正前方嘅記者朋友，係啦，左邊都影，係啦，左邊望一望，係啦，右手邊，右手邊。好，唔該晒咁多位。好，咁亦都有請工作人員啦，可能將耳燈咧就收一收起佢先，唔該晒。好啊，為咗爭取時間啦，咁啊正式開始噶啦。咁啊，尊敬嘅各位嘉賓、各位記者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係今日嘅大會主持，香港精英會公關傳訊委員會副主任歐陽鳳瑩 Michelle。非常之感謝各位係嚟臨香港精英會、香港青年聯會聯合發布嘅青年團體眼中的區議會問卷調查報告。因應香港特區政府喺2019年11月24日舉行第6屆區議會選舉，共有452個民選議席，連同47名當然嘅議員主導各區議會嘅工作。面對新冠疫情，社會民生同埋經濟就業大受影響，佢哋嘅工作表現成為社會嘅關注焦點。有見及此，香港精英會以及香港青年聯會聯同香港華青會、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以及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等多個青年團體進行今次問卷調查，以深入了解市民對於第6屆區議會表現嘅評價以及期望㗎。我哋亦都喺2020年12月31日至到2021年1月14日合共15日期間，共收回2045份嘅問卷。咁我首先代表大會特別感謝今日所有出席嚟臨嘅各位青年團體代表，包括香港精英會、香港青年聯會、香港華青會、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仲有現屆以及歷屆嘅議員嘉賓出席㗎，令到今次調查更加廣泛以及更具代表性。請大家再一次熱烈嘅掌聲，對於各位嘅支持表示衷心嘅感謝，多謝各位。咁除咗在場咁多位嘅嘉賓同埋傳媒朋友現身支持今日嘅發佈會之外，我哋亦都會安排咗響香港精英會嘅 Facebook 線上直播收睇發佈會㗎。咁亦都係了解更多今日公佈嘅資訊。咁今日我哋將由問卷調查報告顧問李浩然博士、香港精英會主席曾鳳珠女士以及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劉家強先生向傳媒發表報告，公佈有關調查結果，並且根據問卷調查回饋，向政府以及社會大眾提供客觀嘅數據，以審視本屆區議員喺剩餘任期能否與政府積極溝通交流，聚焦民生事項，務實地去地區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積極發揮溝通橋樑嘅重要作用，促進地區和諧發展㗎。咁今次嘅發佈會有3項嘅議程，首先就係顧問李博士會簡述調查結果同埋數據分析，接住落嚟就係劉主席以及曾主席向傳媒發表報告，最後歡迎記者朋友歡迎提問。咁新聞發佈會嘅時間係45分鐘。現在我哋嘅有請調查報告顧問李浩然博士向傳媒簡述調查結果以及數據分析。有請李博士。各位現場嘅朋友，各位 online 嘅朋友，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好多謝主持人，剛才就已經做咗一個簡單嘅介紹，就包括咗今次呢個嘅民調嘅調查所參與嘅幾個機構。咁其實今次呢個嘅民調嘅起源就係因為
喺過去即係新一屆嘅呢個區議會裏邊咧，其實就出現咗好多新嘅面孔啦，有好多所謂嘅政治素人，或者係喺過去嘅區議員即係呢一個區議員咧，其實好多咧都係一啲新嘅任命、新嘅面孔咧。咁所以咧，其實外界普遍咧對於佢哋嘅認知就未必係好多，而且咧就係喺呢一個表現嘅時候咧，亦都唔係好清楚。咁因此咧，我哋幾個嘅青年團體咧就合作一齊咧，就做咗一個咁嘅調查。目的咧其實就係希望咧能夠對於我哋嘅幾個團體嘅成員咧，佢哋對於區議會嘅表現咧，究竟係點樣咧，有一個認知，亦都有更加多嘅了解。咁所以喺我哋設計問卷嘅時候咧，我哋主要係有5個方向咧，希望係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嘅。咁佢哋嘅分別咧就係即係包括佢哋究竟係地區職能係點樣啦，佢哋喺選擇市民喺選擇區議員嘅時候個考慮因素啦，區議會同埋相關區議員咧喺過去1年嗰個工作表現嘅評價啦，以至咧就係區議會對於一啲嘅地區事務有邊啲特別嘅事項咧，係大家比較關心。例如喺我哋今次嘅調查裏邊咧，發現好多嘅受訪者咧，對於社區青年嘅發展上邊咧，其實都係比較關心嘅。以至最後一方面咧，就係究竟對於區議會未來嘅期望啦，以至係未來嘅發展嘅一啲嘅諗法，以及咧就係對佢哋嘅一啲要求，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等等5方面咧，就作出我哋呢個嘅問卷嘅設計嘅。咁我哋呢個問卷嘅嗰個做法咧，其實係擺喺即係用 online 形式啦，喺網上問卷嘅調查嘅形式嘅。咁咧就通過咧我哋嘅幾個青年團體咧，就喺網上發放俾我哋嘅會員咁樣去做嘅。咁呢個成個問卷調查嘅時間咧，為期係2個星期，就係由2020年嘅12月31號咧，就至到2021年嘅1月4號進行嘅。咁咧就當中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就係幾個方面嘅因素。第一咧，點解我哋會放喺網上邊咧？就因為呢個係即係比較 cost effective 嘅做法啦。咁由於我哋考慮到啦，我哋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全港性嘅一個必然嘅做一個問卷調查，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考慮到咧，其實我哋嘅會員咧，幾個機構嘅會員咧，基本上都係一啲比較係即係網上活躍同埋喺使用網絡上邊咧係比較嫻熟嘅一啲嘅人士，咁所以呢個做法咧，其實喺獲得個信息同埋資訊上邊咧，其實係一個合理嘅做法，亦都係符合嗰個成本效益嘅。咁喺我哋嘅成個調查之後咧，我哋總共咧收回咧係大概有2000份嘅回覆嘅問卷。咁我同大家喺呢度咧做一個簡單關於我哋呢個今次調查嘅 demographic， 即係嗰個受訪者嘅背景介紹先。今次嘅受訪者背景介紹咧，如果首先第一點咧就從唔該第6頁啊。咁咧就喺性別比例上邊咧，就係男士大概係有60%，咁自然另外4成就係女士啦。好啦，咁喺年齡上邊咧，我哋就嘗試咧就將佢咧用一個比較符合一般嘅做即係民意調查嘅嗰個年齡界線咧，去劃咗一啲界別。咁其中咧就以40歲以上以及40歲以下咧係做一個嘅分界添。咁其實喺我哋成個嘅嗰個年齡分層裏邊咧，其實亦都唔係淨係話得40上40下嘅，而係分咗好幾個組嘅。咁咧，但係咧就我哋特別對於40上40下以呢個嘅做一個分界係一個考慮喺背後嘅 rationale 嘅，就係因為一路以嚟咧，似乎咧社會上邊咧都對於就話會唔會有一定嘅代溝啊等等咧都好關心。咁所以咧，我哋就專門咧就以40上40下咧，亦都做咗一個嘅分析，睇下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年齡上邊嘅代溝咧咁樣。咁相關咧一陣再同大家介紹。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嘅受訪者嘅學歷方面咧，主要咧就係以大學學位課程嘅學歷持有者為主嘅。咁另外咧就大概7成嘅人士咧係在職人士啦。咁有5成左右咧係從事專業同埋行政方面嘅工作嘅。咁另外咧就喺住屋方面咧，大概有6成左右嘅係自置居所嘅人士。咁其實呢個整個嘅反映出嚟係乜嘢咧？就係首先有2個層面。第一咧，今次我哋呢個受訪者嘅呢個 demographic 咧，其實係符合我哋幾個青年機構、青年團體嘅成員咧，佢一般嘅嗰個組成嘅。咁呢個係第一點，所以我哋會認為咧，喺 demographic 嘅呢個組成上邊咧，應該係屬於有效嘅數據，
即係我哋唔需要再做更加多其他嘅加權啊，又或者係擔心因為嗰個回覆同我哋嘅成員嘅嗰個背景可能有好大差異，而導致咗嗰個嘅research bias 嘅出現。咁呢啲情況咧都係冇嘅。好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其實亦都好吻合翻咧，就係我哋今次呢個青年團體同埋我哋嘅回覆咧，其實代表住係比較多嘅專業人士、專業界別嘅人士啦。因為從佢哋嘅職業，我哋都可以睇到就係行政工作以及係專業服務人士咧，其實係個比例相當高嘅。咁呢個無論今次嘅呢個受訪者嘅結果，以至係成個即係呢啲我哋成員嘅背景咧，都係喺香港社會應該係屬於專業界別人士咧，係比較主導一啲嘅，亦都比較多一啲嘅。咁亦都可以咁講咧，就係反映咗呢一批即係喺香港嘅專業界別人士，以至係中產階級嘅為主嘅或者元素比較多嘅人士咧，佢嘅一啲嘅睇法。好啦，咁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嘅 demographic 咧，同大家介紹翻個背景。咁好，唔該下一頁。好啦，咁我諗咧就落嚟嘅具體事項裏邊，第一個具體事項咧就係關於區議會職能方面。我哋咧特別喺設計問卷嘅時候咧，都加咗就話啊，究竟我哋嘅受訪者對於嗰個區議會嘅職能嘅理解同埋清楚嘅程度係點樣咧？我哋發現咧，其實喺成個即係佢哋回答嘅回覆裏邊咧，有70%以上嘅受訪者咧，對於區議會嘅職能嘅主要理解咧，就係圍繞喺社區環境相關同埋文化活動事宜方面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另外有一半嘅受訪者左右咧，佢哋嘅理解就係區議會嘅職能主要就係同政府相關嘅施政諮詢以及係查詢嘅工作。咁喺另外有一啲咧，我哋亦都故意喺設計問卷嘅時候咧，就滲咗一啲係即係唔係咁正確嘅功能嘅答案喺裏邊嘅。咁咧，但係我哋發現咧，即係我哋嘅受訪者基本上都係比較醒目咧，就係只有非常之少數咧係單位數字嘅百分比咧係即係會答錯嘅啫。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嘅動作喺當中喺我哋問卷度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希望咧，就話知道我哋嘅受訪者咧，佢哋對於區議會嘅職能嘅理解，從而咧，當佢哋如果佢哋嗰個對區議會嘅職能係更加理解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哋喺後邊對於區議會嘅期望啊，以至係對於區議會喺過去1年嘅評價咧，其實就會更加符合翻法律嘅規定，同埋即係現實嘅一啲嘅情況。因為我諗區議會喺即係過去1年咧，即係特別喺選舉嘅時候咧，都出現咗好多嘅唔同嘅期望啊，或者係即係好多唔同嘅諗法。咁但係咧，即係我諗一個社會裏邊咧，有唔同嘅期望嘅諗法咧，係正常嘅。不過咧，亦都要考慮一個因素，就係大家生活喺一個社會裏邊咧，唔可以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啲期望或者諗法，而係需要落翻地咧，去到睇翻究竟嗰個即係法律上邊嘅一啲規定啊，同埋喺根據基本法裏邊對於區議會嘅職權嘅範圍嘅考慮。咁如果能夠我哋發現咗，如果我哋能夠即係睇到呢個我哋今次嘅被訪者咧，其實基本上對於區議會嘅職能咧係喺法律上邊同埋喺實際運作上邊都係有比較深同埋比較好嘅了解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後邊嘅呢啲數據咧，其實嗰個說服力咧，亦都應該係比較大一啲嘅。好啦，咁我哋呢個就係即係故意即係試下我哋啲受訪者佢哋嘅認知啦嚇。好啦，咁喺具體嘅一啲事項嘅態度上邊同埋佢哋諗法上邊啦。下一張唔該，第11頁。我哋咧就住相關選舉事項咧，主要有2方面嘅問題嘅。第一咧就係問下佢哋喺對於選擇區議員嘅時候咧，佢哋嗰個考慮因素係啲乜嘢？咁我哋根據調查嘅發現咧，近90%嘅受訪者咧同意咧區議員咧就首先有近70%嘅受訪者咧就認為咧區議員咧佢哋過去喺區裏邊嘅政績，同埋嗰個佢哋自己係對於個區嘅政綱咧，係投票選擇嘅主要考慮因素。第二咧就係對於個人嘅政治傾向以及政黨背景咧，係屬於喺呢個嘅後續嘅數據上邊嘅。呢個第12頁，唔該。咁再落去咧就係一啲關於個人嘅魅力啊等等呢啲因素咧，反為咧我哋係即係覺得係喺個數據裏邊反映係比較次要嘅，只有大概2成嘅受訪者咧係認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根據今次嘅調查嘅數據顯示咧，最主要考慮點樣去投票咧，都仲仍然係
對於區過去裏邊嘅政績，以及就話佢哋對於未來喺個區裏邊嘅一啲嘅政綱主張咧，呢個係最重要。其次咧就係一啲剛才所講嘅一啲政治傾向啊、政黨等等嘅背景。好啦，同時間咧，對於選舉相關嘅事項，另一個問題咧，我哋就亦都關心就係究竟區議員應唔應該喺佢哋就任嘅時候，或者喺選舉嘅時候，要宣誓去遵守基本法咧？因為呢個咧，其實我哋喺設計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亦都考慮到就係呢個係一個所謂法治精神嘅一個原則，會唔會係被認同於喺區議會選舉當中咧？咁我哋就發現咗咧，喺接近90%嘅受訪者咧，係同意區議員應當係宣誓遵守基本法嘅。好啦，咁呢個數據裏邊咧，就開始咗第一個即係比較有趣嘅地方，就係正如我剛才都同大家介紹啦，一路以嚟咧，大家都會懷疑，會唔會係即係可能有年齡嘅代溝啊等等咧咁樣。咁我哋咧就專門咧將呢個40+40減嘅年齡嘅數據咧，都做咗一個比較咧。我哋發現咧，其實喺呢方面咧，其實個差異並唔大嘅。即係話其實無論邊一個年齡段咧，其實似乎咧都係對於即係遵守基本法啊、宣誓遵守基本法等等嘅，其實都係有比較一致嘅嗰個睇法嘅。好啦，咁跟住咧第二個方向咧就係對於區議會議員以及係區議會喺過去一年嘅整體表現。咁關於區議會喺過去一年嘅整體表現咧，我哋今次嘅調查咧就發現咗咧受訪者咧對於區議會議員啦以及區議會整體咧，喺過去一年嘅整體表現咧，都唔係太能夠符合佢哋嘅認同，以及都基本上唔係太能夠獲得正面嘅評價嘅。咁呢個數據咧就可以咁講咧，顯示咗負面評價咧係比較多嘅。負面評價嘅數字咧係達到大概70%左右嘅。呢個喺第14頁嘅。咁其中咧對於填寫係當中非常不滿意嘅咧，更加係高達50%嘅。同時相反地咧，持正面評價嘅咧，其實只有大概14%。至於對議員嘅表現方面咧，負面評價嘅總數咧，大概係60%。當中選擇非常之唔滿意嘅咧，就有大概40%，喺第13頁嘅。咁啊，同樣地啦，我哋亦都因應住即係社會而家即係當下啲嘅發展嘅情況咧，我哋亦都將呢個數據咧，亦都係分為咗所謂40上40下兩組去做一啲試圖做一啲比較。咁咧兩者咧對於區議會同埋即係呢個區議員嘅表現咧，我哋發現咧其實40歲以下對於區議會同埋區議員嘅表現比較中性同埋正面，但係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完全一面倒認為佢非常之正面嘅，因為喺呢個40歲以下嘅組別裏邊咧，持正面評價嘅群組咧係大概只有23%，咁而選擇一般或者係即係達到係即係唔係咁好嘅咧，仍然係大多數，咁咧就係佔咗一半左右嘅，即係話咧喺40歲以下嘅呢個群組咧，選擇佢認為佢唔係即係都仍然係負面評價嘅咧，其實都有一半。咁呢個情況咧，同樣一個問題咧，喺40歲以上嘅群組正面評價咧就令我哋都有啲喺我哋研究團隊裏邊咧都有啲驚訝嘅，因為咧就喺40歲以上呢個群組正面評價咧就只有3%，咁負面評價咧係高達85%嘅。咁至於區議員方面咧，兩個組別嘅年齡層對於呢個嘅評價咧基本上係相似。40歲以下嘅呢個群組咧雖然咧都仍然係比40歲以上嘅群組咧，對於嗰個區議員表現嘅評價咧係多一啲嘅，有30%左右，但係負面評價咧仍然都高達40%。至於40歲以上咧，負面評價更加係高達75%。所以可以咁去睇咧，就係直到呢度為止咧，我哋做咗一啲嘅分析，就話咧過去香港社會咧經常就講緊可能有啲代溝啊。即係年齡大嘅可能就會即係不滿啲，或者年齡後生啲嘅可能會滿意啲。呢個情況咧，其實並唔係一個必然嘅狀況。呢個狀況喺我哋今次嘅呢個專門針對我哋呢個群組去睇咧，就似乎係唔能夠成立嘅。所以咧，如果從呢個角度去分析嘅進一步去考慮嘅話咧，可能呢個嘅所謂差異咧並唔在於年齡，而係在於究竟佢本身係從事啲乜嘢嘅職業又好，又或者係佢嘅學歷水平又好。起碼我哋今次可以睇到咧，對於中產階級以至係專業人士界別咧，
其實個狀況咧就係總體嚟講咧都係唔係咁滿意嘅。好，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關於問佢哋即係區議員咧同埋區議會咧能唔能夠發揮到佢哋嘅作用同埋完成咗佢哋一啲應該承擔嘅工作咧？亦都有相類似嘅結果喺第15頁，唔該，就係話有85%左右嘅受訪者認為咧區議會係並唔能夠發揮到同埋承擔到佢應該發揮嘅作用嘅。咁喺問卷調查裏邊咧，我哋亦都即係收納咗啲意見啦嚇，認為咧點解佢哋會唔能夠發揮佢哋嘅作用咧？主要咧有3類型嘅因素咧係比較多嘅。第一咧就係認為呢個社區同埋信息傳播嘅溝通機制咧係失效。第二咧就係區議會咧係過度政治化，以及第三咧就係議員能力同埋經驗咧可能係不足咁樣嘅。好啦，咁啊裏邊咧呢度亦都我哋進一步咧做咗一啲 qualitative 嘅調查咧係乜嘢咧？就係因為我哋一路以嚟咧亦都發現咧就係其實喺而家即係新嘅議員裏邊咧好多都會用一啲社交平台啊等等咧就去做一啲發放消息。咁有一啲咧係做得唔錯嘅，但係亦都發現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只能夠集中喺少部分佢嘅選民或者佢一路以嚟有聯絡方法嘅一啲嘅市民街坊身上咧可以做到呢件事。咁即係話咧，其實點解有唔少嘅回覆就認為嗰個社區同埋個信息傳播溝通失效咧？就因為佢可能唔喺佢嗰張 list 裏邊，咁而似乎亦都冇好議員們咧，亦都冇好期望地咧就將呢個 list 擴大。咁因此咧，就有好多嘅唔喺呢個 list 上邊嘅好多嘅市民咧，其實就同嗰個即係個議員啊，又或者係呢啲嘅信息等等咧，就係失去咗聯絡嘅。咁所以咧呢個方面咧，我哋就會認為咧係應該有必要去改善。好啦，除此之外咧，就係亦都會考慮到一個問題嘅，就係亦都喺個意見裏邊咧有啲反映，就係認為咧。而家嘅區議會咧，好多時咧係對於一啲嘅可能係一啲議題啦，又或者係一啲問題咧，係好快咁去做咗一啲表態，即係例如可能就話呢個嘅一啲嘅政治議題又好，又或者係一啲嘅社區嘅問題又好咧，表態係好快嘅。咁但係咧，往往咧就喺最基本嘅個職能上邊，即係話咧點樣去服務個社區或者係改善相關嘅問題，或者改善相關民生嘅工作上邊咧。似乎就唔係好能夠有效同埋好快去作出回應。咁呢個點咧，特別係喺社區環境嘅惡化，以至咧就影響到喺佢哋市民喺區裏邊咧日常生活同埋嗰個生活水平同埋個生活環境嗰個質素上邊咧係反映得特別明顯嘅。咁所以咧呢方面咧，亦都係可能過去係區議會做得比較多，但係呢一次喺呢過去一年呢個區議會咧喺呢方面咧就似乎可能係未達到即係好多選民心裏邊嘅一啲嘅過去，因為過去做咗咁多嘢嘅期望。至於咧另外咧就係亦都有一啲嘅問題咧，就係關於咧就係好多時咧就議員咧就未必可以好適時咁去處理一啲地方事務啦。甚至咧比較嚴重咧就係對於一啲嘅地區嘅問題咧，可能未必係好清楚嘅。好啦，咁亦都因為佢哋唔清楚咧，所以佢哋就冇辦法咧有效咁運用一啲地區資源去解決一啲緊急嘅事項啦。又或者係咧，佢哋冇辦法將一啲關注嘅事項咧，及時咁反映咗俾政府部門去知道，咁因而咧就係令到即係總體咧就喺呢方面嘅期望同埋個表現嘅落差咧就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咧到最後咧就另外一點咧就係關於青年嘅發展事務上邊。咁呢方面咧其實喺好多嘅數據裏邊咧，大家都有反映嘅。呢個第16頁唔該。咁但係咧就亦都同樣地咧，對於呢一方面嘅負面評價咧，其實係高達70%嘅。喺青年即係社區關注青年嘅發展方面咧，持有正面評價嘅咧就只有8%。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從一啲嘅數據上面又好，或者係一啲 qualitative 嘅一啲 methodology 去睇咧，其實呢方面咧都似乎係即係近日咧起碼我哋做呢個 polling 嘅時候咧，好多即係對於區議會嘅期望上邊咧，都希望喺呢方面咧係能夠做一啲嘢嘅。咁但係咧，即係無論呢個就無論係邊一個群組40+40減咧，都係對於即係青年嘅嗰個事務發展咧嘅表現咧都係唔滿意嘅。咁咧另外咧，最後咧仲有一點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關於嗰個點樣去獲取
即係市民嗰個一啲嘅聽取佢哋嘅民意啊，聽取佢哋意見啦，咁等等，親身去接觸居民啦，同埋聽取居民嘅意見咧，同埋佢哋問題咧，原來咧喺我哋嘅調查裏面發現咧，係居民最期望嘅，亦都可以咁講咧，就係即係如果從一個數據嘅角度咧，就係一個首要嘅期望。幾乎咧有90%嘅受訪者咧，都係即係認為呢個係最重要嘅。喺第17頁，唔該。第二方面咧，就係希望佢哋咧能夠即係議員們咧就能夠同政府咧保持有效嘅溝通。呢一方面咧就佔咗大概70%。另一方面咧就係當問及到受訪者係咪覺得需要因為有好多嘅即係以上嘅評價之後啦嚇，係咪覺得區議會係需要改革以滿足市民嘅期望嘅時候咧？就數據上面呈現咗，幾乎有90%嘅受訪者咧係都認同咧區議會係需要改革嘅。喺下一頁呢個唔該。當中咧有80%咧就提議咧就係應該設立監察區議員表現嘅一啲制度。另外咧，亦都有30%嘅受訪者咧就認為咧應該將區議會所使用嘅或者所分配到嘅資源咧係多元化，咁以增加其他嘅地區嘅諮詢委員會又好啦，又或者係其他地區嘅途徑咧，以能夠多元化咁去服務到個社區。咁最後啦，對於希望特定嘅區議會點樣去幫呢個青少年發展咧，正如剛才所提到咧，工作就業成為咗問題嘅焦點，喺第19頁嘅。大概有80%嘅受訪者咧，希望區議會咧係能夠整合資源，亦都喺在職發展同埋青少年方面咧，嘅就業方面咧，能夠幫助到當區嘅青年人。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大概我哋成份報告嘅數據嘅報告。咁咧就簡單嚟講咧，就係有幾個結論咧，希望供大家參考嘅。第一咧就係似乎嗰個整體嘅表現咧，就未必係好令人滿意。第二咧就係亦都有幾點咧，其實嘅重點咧，係大家都已經通過呢個 polling 咧反映咗出嚟。咁呢方面咧，我知道一陣間兩位主席咧都會進一步同大家介紹。咁以及咧，從一個研究嘅角度嚟睇咧，今次呢個我自己會認為咧，今次呢個嘅報告一個最有價值嘅地方咧，就係推反咗之前香港社會一路都只係簡單化地認為年齡有代溝嘅呢個問題，其實可能更加多咧係即係職業啊、學歷啊、即係家庭環境等等咧，其實嗰個影響嘅因素啦係不可忽視嘅。咁我諗咧，我就初步做到呢個報告先，到呢度先。咁我諗就將時間交俾兩位主席。咁一陣間如果各位朋友仲有啲其他進一步關於問卷調查嘅數據啊等等嘅問題咧，我再同大家回覆。好多謝各位。好多謝李博士嘅數據分析啊！多謝晒，我哋熱烈掌聲，多謝李博士先。好，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劉家強先生係會透過視像嘅形式係向傳媒係發表問卷調查報告結果嘅重點嘅。有請劉主席。大家好，我係香港青年聯會主席劉家強助。為咗深入了解現時香港市民對於區議會嘅睇法，以及期望區議會嘅未來發展，香港青年聯會早前同香港精英會共同舉辦咗青年團體眼中的區議會問卷調查，得出咗以下5個重點內容。第一，大部分嘅受訪者對區議會嘅職能都有正確嘅理解，嚴重誤解區議會嘅工作只有少數人。第二，受訪者認為選擇區議員嘅主要考慮因素係區議員過去對社區發展同服務嘅參與度，以及同政府保持良好溝通。反而政治背景同個人利益係較次要嘅因素。第三，幾乎所有嘅受訪者都同意區議員應宣誓遵守基本法。第四，現屆區議會同區議員嘅表現並未能得到市民嘅認同，無論喺任何年齡層，亦有相似嘅結果。特別係年長嘅一代有住非常強烈嘅負面評價，而年輕一代嘅負面程度就稍為冇咁強烈。當中嘅主要原因係：一、區議會過度政治化；二、社區信息傳播同溝通經濟失衡；以及三、議員表現同能力嘅問題。
第五，近90%嘅受訪者都認為需要改革區議會，當中設立監察區議員表現嘅機制同埋制度得到最多嘅迴響。其次係建議將區議會嘅資源多元化分配。今次調查能夠圓滿進行，非常感謝香港菁英會主席曾鳳珠、問卷調查顧問李浩然博士、一眾支持機構、委員會各個成員嘅精心策劃。相信透過今次嘅發佈會，可以讓社會各界更加了解區議會嘅職能。多謝大家。好多謝晒劉主席響視像形式嘅分享啦。好，咁啊，現在咧，我哋有請香港菁英會主席曾鳳珠女士係向傳媒發表問卷調查結果嘅建議。有請曾主席。係，唔該 Michelle， 咁多位傳媒，咁多位嘉賓，大家好。係，咁啊，多謝李博士啦，多謝劉主席啦，透過視像同我哋講咗今次發佈會我哋問卷調查嘅一啲5個重點。咁我亦都講翻咧，我哋團體嘅5個建議啦。我哋研究最後咧係俾受訪者咧選擇係有關對區議員嘅期望，同埋認為區議會未來嘅發展方向。咁剛才咧李博士都講啦，最多人選項咧係親身接觸居民同埋聽取居民嘅意見，同埋適時作出呢個回應嘅。幾乎咧90%嘅受訪者咧都有選呢一個項目嘅。第二嘅最高選項咧係同政府保持有效嘅溝通。咁區議員咧嘅工作究竟係質詢定係諮詢呢？咁透過今次嘅問卷調查咧，青年團體嘅期望咧就係區議員應該係親身接觸居民，聽取民意，作出適當嘅回應，同埋同政府保持一個有效嘅溝通。第二咧就係根據區議會嘅條例咧，區議會嘅參選人咧需要簽署呢個聲明，表明會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所以咧，幾乎所有嘅受訪者都同意區議員係應該宣誓遵守基本法，宣誓具屬於法律效力嘅聲明。區議員作為一個公職人員，我哋嘅建議係佢必須要承擔憲制嘅責任，一言一行咧都係受到基本法嘅約束嘅。第三，調查數據顯示咧，90%嘅受訪者咧係認同區議會應該係改革，以滿足市民嘅期望。其中咧較多嘅選項咧係將區議會嘅資源多元化分配，將佢可以轉移俾其他嘅諮詢委員會，例如分區委員會啦，一啲功能性嘅諮詢委員會，例如防火、滅罪、交通等等。我哋會係相信呢個建議咧係可以解決現時區議會因為爭拗或者政見不同，阻礙地區工作改善同埋發展嘅問題。第四咧就係接受80%嘅受訪者咧係倡議設立呢個監管區議員嘅表現制度。區議員嘅工作表現係非常之靠個人嘅自律同埋個人嘅操守。區議員咧既冇固定嘅工作時間，亦都唔需要同上司匯報，只係需要同居民嘅交代。現時亦都冇監察嘅機制，相信咧設立監察表現機制更加能夠反映到咧我哋嘅公帑係咪用得有價值。最後一點建議係區議會作為一個功能性嘅地區諮詢架構，係一個缺乏信任同埋相對嘅互相對立嘅情況下，我哋建議咧區議會嘅地區諮詢工作可以多元化嘅。全港咧有超過1000個地區組織，包括同鄉會啦、街坊福利會啦、居民協會、互助委員會等等呢啲組織。呢啲組織咧都係非常之接近地氣同埋了解民生，亦都非常之了解當區嘅居民嘅生活。我哋建議可以將呢啲機構咧撥入去政府地區工作裏邊嘅諮詢架構，作為地區嘅諮詢架構嘅。我哋嘅建議都係呢5點啦。咁就多謝晒今次嘅問卷，多謝晒咁多位嘅團體啦、青年團體啦，同埋李博士啦，用咗好多時間啦，同埋佢嘅團隊啦，做咗好多個分析嘅。咁亦都多謝青年聯會啦、老主席啦，去越洋都做咗個即係視像嘅發表。咁啊，多謝晒司儀，多謝晒咁多位。好，多謝晒曾主席嘅對於調查結果嘅建議㗎。咁好啦，接住落嚟啦，我哋有請呢各位嘅記者，歡迎大家嘅提問。咁有咩問題咧，亦都可以請曾主席同埋李博士咧係回答㗎。
或者嘉賓都可以提問，我知在座咧都有社區人士啦，或者其他。咁我哋呢個問卷調查咧，其實都係綜合翻我哋收集嘅數據。咁啊，如果有啲乜嘢覺得有問題嘅地方，或者可以改善嘅地方，可以歡迎隨時提出嚟。係你好，我想問下咧，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就指出啦，《基本法》第97條嘅區議會職能係接受諮詢啦。咁本屆區議員咧就引發咗少少嘅政治鬥爭啦。咁會唔會認為區議會嗰個已經僭越咗一個區域組織嘅職能咧？咁第二方面嘅問題係想問咧，如果將區議會從行政長官嘅選委會嗰度剔出咧，係咪都係一個完善基本法嘅做法？咁係啦。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問多次第一個問題？因為聽得唔係好清楚。想問第一問題咧，就係想問下，會唔會覺得區議會已經僭越咗區域組織嗰個職能？係因為咧基本法第97條就指出個區議會嘅職能係接受諮詢啦，咁係一個諮詢嘅組織架構咁樣。多謝你嘅問題啊！我諗咧應該咁去睇啦。其實區議會佢嘅職能咧，正如你都所講咧，喺基本法裏邊咧，其實就已經係規定得好清楚。呢個一方面係喺基本法嘅法律嘅規定嘅框架裏邊，第二方面咧，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區議會過去以嚟咧，一路嗰個出現，以至到去成立咧，其實都係主要係因為關於地區嘅各個事務。其實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香港咧，作為一個即係700幾萬人口嘅城市咧，即係如果以一級政府去運作成個社會咧，其實係唔現實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睇下，我哋就咁計下，沙田區其實已經講緊係即係將近100萬嘅人口。咁其實喺好多其他地方嘅經驗咧，100萬人口絕對已經係一級政府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會睇咧就係區議會嘅嗰個設計咧，喺基本法裏邊咧，其實係幫助緊成個香港，特別係即係特區政府咧，佢去點樣有效管治即係成個地方，而當中大家係有一定嘅分工嘅。因為如果係一啲嘅整體性嘅事務，即係成個香港嘅事務，因為香港話大唔係好大啦，但係話細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講，講緊700幾萬人口一級政府咧，其實亦都有佢嘅困難。咁所以咧，其實喺個成個設計過程裏邊咧，就係希望能夠咧有一啲嘅唔同嘅分工嘅。立法會當然有立法會嘅分工啦嚇，我哋有個議員喺度啦嚇。咁另外咧，其實區議會嘅嗰個分工咧喺設計上咧，就係幫助緊喺唔同嘅區裏邊咧一啲區務啊。呢啲區務其實係應該係最直接同民生相關嘅。同民生相關嘅包括就係即係其實好多我哋問卷裏邊好多受訪者其實都講得好準確，就可能係環境衛生啊、清潔啊、文娛啊，特別咧係即係呢啲咁具體嘅社區環境之外咧，亦都希望佢哋作為一個橋梁咧，就係打通咗政府同埋一啲市民嘅一個溝通渠道，特別係喺一啲社區民生事務上邊咧，係可以多有一個嘅反應。咁所以如果過分地將即係呢個嘅一個原本設計出嚟咧，希望去幫助成個政府去處理一啲民生事務嘅一個議會啦，一個諮詢嘅機構咧，呢個平台咧，過度將佢減散咗呢啲原本應該有嘅職能，而係集中喺一啲嘅政治議題上邊咧，的而且確咧就第一並不符合對於社區嘅良好治理嘅一個嘅設計，第二亦都係唔符合因為呢個嘅設計而出現嘅法律嘅框架，亦都係即係基本法嘅內容嘅。咁我諗咧呢個係即係第一個嘅回應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你所問嘅嗰個就係關於選委會嘅問題啦嚇。可以咁講咧，即係選委會呢個問題就唔係我哋今次呢個 polling 嘅即係重心，因為我哋今次嘅 polling 主要係集中喺區議會嘅。咁所以如果你話選委會對於嗰個即係嗰個議員佢即係區議員佢係咪應該喺個選委會度有一定嘅議席咧？咁其實我諗要考慮幾個因素。第一咧就係話，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定位成個區議會同埋區議會議員？第二就係立法會嘅呢個選委會嘅組成應該係點樣嘅設計？因為裏邊咧涉及到更加複雜嘅一啲問題咧，就係例如我哋選委會咧，其實咧好大程度咧係用緊一啲叫做即係一啲叫做功能性嘅一啲嘅社會嘅劃分咧，去即係我哋如果用一啲學術啲嘅一啲嘅講法咧，就叫做即係社團民主。即係話咧，其實佢係用唔同嘅界別咧，去
俾到一啲議席分落嚟或分離出去嘅。好啦，咁其實已經睇到喺4個界別裏邊咧，就特別係第一、第二、第三界別咧，其實有好明顯嘅呢種嘅傾向。好啦，咁去到區議員咧，咁究竟區議員嘅角色喺邊度咧？如果我哋一路認為區議員應該係一個諮詢，特別係地區嘅事務嘅諮詢嘅時候，如果我哋將佢同呢個行政長官嘅選舉擺埋一齊嘅時候，咁佢嘅呢個角色又會唔會有一定嘅衝突咧？同埋佢呢個定位會唔會有一定嘅矛盾咧？其實亦都係值得思考嘅問題。因為如果我哋將佢已經連帶咗入去一個行政長官嘅呢個選舉嘅話，佢無可避免咧，就可能會帶嚟咗好多嘅政治議題喺佢哋嘅關心當中。咁但係我哋由個正如剛才回答你嘅第一個問題所講，由個法律嘅設計，即係基本法嘅設計，到本身佢嘅成個起源，其實個期望都係喺成個香港嘅政治制度當中咧，係幫手做一啲嘅區務嘅或者係社區事務或者民生事務嘅一個分工，去幫助嗰個即係市民嘅嗰個生活能夠改善。咁我諗咧就呢個問題係值得大家深思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諗由呢個問題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咧，即係對你兩個問題嘅回答就係香港一路以嚟咧，其實特區政府係管理成個香港。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亦都會睇到咧，就係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大都會咧，係需要有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去管理成個所有金融啊啲好大嘅事務。但係如果香港係作為一個生活嘅地方，係一個市民日常我哋每日喺度起居飲食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必然咧係唔可以對於每個區裏邊嘅事務咧係忽略嘅。咁但係似乎咧，如果區議會唔能夠發揮到佢重要嘅嗰個即係諮詢又好或者係溝通嘅作用嘅話咧，各個區嘅事務咧，其實必然咧都係會帶嚟好多嘅即係第一市民嘅嗰個生活咧，一定係即係唔能夠即係好好啦嚇，即係一定受影響。第二咧，亦都可以睇翻咧，其實喺過去20幾年咧，我哋香港其實有唔少嘅所謂一啲嘅政治嘅大嘅事件咧，其實最開始嘅起源咧，其實都係源自於一啲喺社區上邊一啲事務，可能係交通啊，可能係一啲嘅土地啊等等嘅。咁所以呢方面咧係即係第二個點解區議會係咁值得關注嘅地方。咁第三個值得關注咧，就係我諗亦都好現實。如果我哋再睇翻一啲嘅 case 咧，其實喺過去20幾年咧，香港好奇怪嘅，應該咁講就係有一啲嘅社區咧，或者一啲嘅地方嘅一啲項目咧，其實係20幾年咧，佢都唔能夠上馬嘅。特別係一啲可能大家好睇唔起眼嘅喺地區上邊一啲馬路啊，或者天橋嗰啲設施。點解咧？因為所有嘅工程咧，全部要翻返去所謂中央即係特區政府層面。咁但係咧，佢每一次排隊咧，佢都每一年排隊都係屬於唔係好重要嘅。咁啊，每一次排隊，每一年排隊都唔重要嘅時候，就一路排都排唔到佢。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我諗區議會亦都應該喺呢度咧係有一定嘅角色可以扮演，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咯。好，希望可以回答到你嘅問題。唔該晒。係唔該，我想問一問咧，就最近我哋嘅前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咧就曾經提出咧就話提議咧就話取消喺立法會入邊嗰5個超級區議會嘅議席。咁你對於呢一個佢有呢一個提議，你有咩睇法？大家關心嘅好似都超出咗我哋區議會啊。我諗其實係即係類似同一個問題啦，就係究竟我哋對於區議會嗰個定位同埋嗰個期望定性應該係點樣？呢個係第一個方面。但係如果你講到立法會咧，就應該多考慮另一個因素係乜嘢咧？其實如果立法會本身佢就已經係有選舉嘅嗰個途徑咧，係選出我哋嘅民意代表嘅。咁如果既然係已經有呢個嘅選舉途徑，我哋再加上呢個區議會嘅呢個即係超級區議會議席入去，嗰個作用係乜嘢咧？咁呢個就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我哋有啲嘅即係區議會佢係希望通過佢係選舉，然後達到去幫我哋反映一啲嘅即係同政府溝通嘅渠道又好，或者反映一啲意見嘅渠道，而嗰個渠道本身係冇選舉元素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呢個係一個畢竟都係一個民意即係選舉出嚟嘅一個代表。咁當然啦，其實個原則應該係乜嘢咧？個原則應該係唔好超越本身區議會應該有嘅嗰個諮詢角色、地區諮詢角色。
好啦，咁但係即使你話已經超越咗，咁佢都作為一個途徑上可以去有一定嘅理解。咁但係如果其實立法會本身就已經係有一個即係選舉嘅途徑係產生民意代表嘅時候，咁我哋就要去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既然已經有呢個選舉嘅途徑產生立法會議員嘅同時，我哋再要用區議會呢個嘅途徑去產生另一啲嘅議員入去咧？咁呢個嘅即係背後嘅 rationale 係乜嘢咧？我諗係值得即係喺回答你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係值得大家去 clarify 同埋深思嘅。其實唔該晒。好，仲有冇記者提問？哦，有我哋自己人嘅提問。社區精英嚇。冇咁講。Hello 博士你好啊。咁其實我就李文傑啦，咁係油尖旺工商聯嘅青年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啦。咁其實我哋都察覺咗，其實之前油尖旺區議會度啦，咁其實我哋一啲嘅申請嘅區議會嘅撥款啦，例如團體活動嘅時候啊，其實都知道咧，咁我哋申請嘅撥款嘅時候，其實都需要一啲嘅審批嘅。咁其實我哋都察覺咗嘅，而家所有嘅撥款啦，好多時都係可能會，例如我哋去搞一啲嘅車回歸嘅活動，都會俾人去直接去 reject 咗，亦都咧嗰個籌委會嘅主席啦，亦都會去因為佢嘅酌情權啦，佢行使可能跨區一啲，例如可能新界區嘅團體都可以喺個區議會去申請撥款嘅。咁我覺得呢啲會唔會有啲新嘅制度啊，或者去規管翻？咁我哋呢啲撥款點樣去用得適當其所咧？我講少少先啦，其實呢個可能係你更加比我哋有發言權，因為你喺即係你喺呢個前線裏邊係的而且確係做緊呢啲事情，亦都面對緊呢啲嘅即係面對過啲問題。咁其實喺今次我哋呢個民意調查裏邊，正其實我哋就係提出一個類似嘅諗法，就話其實係應該有一啲嘅制度嘅制衡，而唔係話完全所謂一個自由裁量嘅角色。咁但係至於係點樣嘅制衡嘅包括點樣去撥款嘅原則啊？又或者係包括議員嘅嗰個工作點樣去即係評核啊、考核啊等等咧，咁我諗呢個就冇喺我哋今次嘅呢個 polling 裏邊所提出。咁但係我哋總體嚟講咧，個大方係認為應該有嘅。咁但係至於具體應該點樣做咧，我相信係應該仍然經過社會嘅唔同嘅溝通啦，以及咧可能係相關嘅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去做一啲嘅研究咧，先至可以比較有效咁提出。咁或者我都補充翻啦，其實咧今次嘅問卷調查咧，我哋有一個意見嘅節錄㗎，因為我哋有啲問題咧就係開放式嘅，即係有個 open end 嘅，問佢點解覺得咁樣，或者點解唔滿意。咁我哋就冇放喺呢個報告裏邊。咁但係我哋自己咧項目小組咧都睇晒嗰啲意見嘅節錄啦。咁正正咧就係希望揾到一啲剛才亦都回應嗰位記者嘅問題咧，就係亦都有啲受訪者咧就係話，如果將一個即係政治嘅一個 power 擺落去一個非政權，因為區議會屬於一個非政權嘅組織，就會令到區議員或者區議會一個三不像嘅一個情況。睇下邊個人去揸住呢個權，睇下邊個人去運用呢個權。咁其實咧呢個節錄咧有好多啲好 inspiring， 好啲有啲 insight， 包括就係剛才阿 Andrew 你講嘅一啲問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有個建議咧，都係其中一個就係將個區議會嘅資源咧多元化分配咧。其實呢個都係正正一個去解決翻呢個回應翻呢個問題嘅提案，一個建議嚟嘅。嗰邊記者先係。Hello，你好，呢邊係，唔好意思係，我想問一問，即係你哋其實個調查都提到啦，90%受訪者要認同改革區議會啦。其實青年或者青英會有冇改革啲建議？即係譬如你哋話建議設立呢個監察區議員表現嘅制度啦。咁有冇話即係具體嘅建議？譬如設立咗，如果有區議員表現不符預期，係咪就要 DQ 佢哋或者有啲懲罰機制咧？咁另外就係你哋都提到，其實都覺得區議會嘅職能失衡啦。咁有啲建制派都會建議，即係不如直接取消區議會選舉。咁你哋都有建議，就係更多地區，即係令更多地區諮詢組織參與，即係地區工作啦。咁兩位點樣睇有關建議？其實覺得區議會仲需唔需要保留咧？多謝你嘅問題啊。首先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未有具體嘅建議嘅，因為我哋即係今次嗰個研究咧，只係集中咗喺即係一個呢個問卷嘅調查，咁而得出嘅結果就係
大部分人覺得係需要有嘅。咁但係至於具體點樣做咧，正如剛才回答 Angel 嘅問題咧，就係、我諗需要即係進一步即係嗰個研究。咁但係喺嗰方面嘅研究咧，就未必係用一個 polling 嘅方式。即係當然啦，都會需要可能有一啲嘅吸納唔同嘅集思廣益啦。咁但係嗰個可能更加多涉及嘅咧，就係從香港整個政治架構，以至咧就係話喺唔同嘅即係區議會個 policy 上邊應該點樣去設計嘅問題咧，喺呢一方面嘅一啲 policy research 嘅角度嚟做。咁我諗研究嘅方法有唔同。咁如果即係好多 media 嘅朋友都即係支持我哋精英會，我哋同埋我哋青年聯會一齊再進一步做一啲咁嘅研究咧，咁我諗我哋都好願意去即係貢獻一啲嘅綿力咧，係幫助呢方面嘅一啲嘅諗法嘅。咁當然啦，我哋睇兩位主席嘅同意與否啦嚇。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關於是否即係有需要保留區議會啦。我諗應該咁講咧，其實我哋認為區議會咧係有佢好重要嘅存在嘅意義同埋價值嘅。咁而事實上咧，亦都支持咧區議會咧係繼續有選舉嘅，因為咧畢竟咧就話通過選舉去產生嘅一啲嘅民意代表，去反映個區情啊，或者係一啲嘅社區嘅狀況咧，呢個係一個好嘅手段嚟嘅。咁但係咧，亦都要去明白咧，其實選舉本身就並唔係能夠代表晒所有嘅即係區情啊。因為點解咧？其實香港社會嘅社會結構，特別喺地區社會結構咧，其實好多元嘅。因為除咗通過選舉產生咁直接去產生一啲區議員之外咧，香港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喺社區裏邊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唔同嘅 NGO 啦、社區組織啦，又或者係好多嘅熱心嘅團體或者人士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淨係認為選舉就係一個唯一產生咗社區代表嘅一個途徑嘅話咧，其實往往就會令到一啲嘅剛才所講嘅喺社區上邊好有專業啦、好有經驗啦，亦都係紮根好多年，亦都幫到市民、街坊或者喺社區裏邊咧好大貢獻嘅呢啲機構咧，佢未必就有一個途徑咧，因為佢可能唔會個個都參與出嚟選舉，尤其是而家選舉本身選舉就係一個好耗費大量資源嘅一個活動啦。咁唔係一定係唔一定好多嘅機構能夠可以承擔到呢個成本。咁而且咧亦都未必係咁多嘅從事社區工作嘅一啲好落地嘅人咧，佢好願意係去即係去參與選舉嘅。咁所以咧，其實選舉係有佢積極嘅一面嘅，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因為有選舉積極一面咧，就忽略咗其實喺香港呢個社會嘅特性裏邊咧，剛才所講嘅咁多地區嘅組織咧，佢哋嗰個貢獻，咁如何能夠將呢啲地區嘅組織佢哋呢啲嘅人士或者NGO 等等，佢哋嘅意見都能夠有效吸納到成為區情嘅一啲嘅決策嘅因素，以至咧就係令到佢哋亦都有足夠嘅資源可以開展一啲佢哋嘅工作咧。咁呢個就應該係多線發展。咁亦都因為咁咧，我哋就提出咗就話會唔會個資源係可以有更加多嘅途徑咧，去即係散落去俾唔同嘅有心人咧。當然呢個有心人包括獲選嘅區議員，亦都包括咗一啲嘅社區嘅組織人士，咁一齊咧共同為個社區去做事嘅。咁我諗我成個嘅邏輯應該係咁，所以我哋認為即係保留區議會同埋區議會嘅選舉係有佢非常重要同埋積極嘅一面。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全部，而亦都有需要其他嘅整體配套。因為我諗畢竟個初心或者個最原本點解要搞區議會或者區議會嘅選舉，其實都係為咗即係社區同埋個市民嘅嗰個即係生活日常生活好民生嘅好即係衣食住行嘅福祉所着想嘅。好，唔該晒。我另外係咪仲有一位黃？係啊，你好啊，你好，主席，新主席，李博士你好。咁其實而家發覺咧，有啲區議員咧，就真係話年初18先開工嘅，甚至乎有一啲議員咧就做啲個案咧係選擇性嘅。咁其實好多選完出嚟之後，其實令到市民都好失望。咁會唔會話即係考慮下有啲叫做冷靜期啦？即係你可能你買樣嘢，你都有個冷靜期啊。咁我有啲人選完之後，市民選完啦，我發覺佢完全係唔對版嘅。咁但係都要硬接受喎。咁四年時間會唔會太過長咧？即係如果係覺得佢做得唔好嘅話，會唔會話每一年都有個評分或者有個基準，令到佢符合翻市民嘅期望啦？如果唔係4年事實上就係太長，或者會唔會話有啲選舉嘅出嚟參選嘅頭1、2位得票高嘅，可以俾佢哋兩年咁樣去做咧？
咁起碼大家有得比較。如果好簡單，一個當然嘅議員贏咗啦，然後之後佢如果4年都唔做嘢嘅，咁對另外一個做緊嘢嘅亦都非常之唔公平噶嘛，係咪？即係多謝晒。多謝阿 Vicky 嘅提問啦。咁其實我相信呢個都係所有受訪者咧一啲嘅意見啦。咁所以我哋有80%受訪者咧都係希望可以設立一個監察區議員表現嘅制度，作為一個評核啦，或者作為一個評估啦，或者係一個即係將來再投票嘅時候咧一個參考嘅價值啦。咁但係我相信咧嗰個呢個係咪做4年或者有個冷靜期咧？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唔喺我哋問卷調查範圍裏邊嘅，不過都好多謝你嘅意見。咁我哋或者都，如果將來好似阿李博士咁，我哋兩會或者其他團體繼續有資源，我哋再喺呢個改革區議會嗰個再深入再探討一下呢個議題。多謝你。好，唔該晒。咁啊，因為時間關係，我哋最後2題啦。咁啊，呢一題就交翻俾佢邊，係啦。咁啊，最後一題交俾阿陳海榮，唔該晒。係你好啊，想問翻，因為見今次個報告其實都係透過啲青年團體去收集啲問卷啦，其實你覺得幾大程度係反映咗香港整體青年可能包括唔同政治光譜嘅意見咧，會唔會就係偏重咗係參與咗某啲團體嘅青年嘅意見啦？同埋你哋建議監察一個區議員嘅制度，有冇話係由乜嘢人去監察？譬如會唔會係一啲政府嘅人員啊？同埋本身其實個選舉制度已經係有一個市民監察嘅元素入面，即係譬如覺得佢做得唔好，下一屆又可以唔選翻佢，咁會唔會再設立一個監察嘅制度？其實係多餘，會浪費咗啲資源。多謝你嘅問題啊，不如我答咗你第2個問題先啦，就係簡單啲啊，因為正如剛才都提過嘅，即係我哋今次只係提出咗即係建議，就話可能需要有一個監察嘅機制，咁但係具體點樣監察，或者邊個去監察，或者係監察嘅制度係點咧？其實就喺我哋今次嘅研究裏邊咧就冇包括，亦都係冇提出嘅。咁正如主席所講啦，咁我哋睇下即係會唔會考慮到資源嘅因素，可以繼續去喺呢方面做一啲嘅即係貢獻啦嚇。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2個問題咧，其實就好多謝你問咗呢個即係關於整體啊，能唔能夠去反映成個光譜？因為我諗如果大家有睇翻我哋呢個報告咧，我哋其實亦都寫得非常之清楚嘅，就係青年團體眼中嘅區議會。咁我哋如果從一個嚴謹嘅即係polling嘅呢個調查嘅角度去睇咧，首先第一咧，我哋今次嘅呢個結果咧，只係反映咗我哋嘅呢個會員咧，即係我哋即係包括參與嘅幾個會咧，佢嘅會員嘅意見。咁咧就唔可以話因此咧就係即係成個香港社會、香港市民嘅嗰個角度，呢個係第一。咁但係咪因為咁樣就會好似唔係好有意義咧？因為你可能即係所謂而家好興，唔知點解好興用小圈子啊，即係嘅角度去講呢個事咧，我認為唔係嘅。點解咧？首先第一，因為咧其實我哋今次嘅有效問卷咧，其實係足夠嘅。如果你話嚴格嚟講，從一個 polling 嘅角度咧，我哋只需要大概1050幾份咧，就1057咧，其實已經係足夠一個所謂有效嘅即係數據，亦都可以減卻咗嗰個所謂 research bias 嘅情況。咁但係今次我哋咧即係為咗，亦都考慮到嘅因素就係我哋係即係青年團體嘅成員，而且咧我哋係即係青年團體，我哋裏邊亦都比較大家容易 access 嗰啲嘅回答咧，所以我哋今次嘅問卷數其實已經去到2000份左右。咁所以咧從嚴謹嘅嗰個 research methodology 嘅角度嚟睇咧，咁我哋喺個 research bias 上邊咧，其實係好穩陣嘅，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我諗我哋今次呢個 research 嘅本質咧，或者個原意咧，就係想睇下我哋嘅會員咧，佢哋對於區議會嘅嗰個態度。我哋就唔期望咧，就話作為成個香港社會，因為香港社會咁大咧，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咧，我諗除咗用網上嘅方法咧，亦都需要用到電話咧，甚至係街頭訪問三管齊下嘅方法去做咧，先至係一個有效嘅做法。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個初心，我哋嗰個原意咧，就係想睇下我哋嘅呢班青年團體，佢哋即係我哋嘅成員咧，佢係點樣睇嘅。咁呢個係我哋本意。咁但係第三個角度嚟睇咧，正如我哋一路所講咧。如果你放大啲去睇，即係我哋呢班青年團體嘅成員，佢喺成個社會嘅呢個所謂光譜裏邊咧，我自己就唔係好認同，一定係用所謂即係邊左右啊，或者咩顏色嘅。點解咧？其實我覺得呢種嘅定位咧，其實係一種唔合理嘅社會研究方法嚟嘅。點解咧？我對某一件事可能同一個右嘅人咧係同一個睇法，但我喺另一件事可能同一個左嘅人咧係同一個睇法。咁我究竟應該係左定右咧？
其實社會並唔係咁樣簡單劃分嘅。如果簡單地將人就或者個社會就係左同右咧，其實本身就係有意將個社會係撕裂緊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從一個嚴謹嘅研究角度嚟睇咧，冇一個人咧可能係屬於左屬於右嘅，因為每一個人可能我同阿高 Sir 可能喺有5件事，可能有3件事係同一個意見，有2件事可能係唔同意見嘅。咁我究竟係左定係右咧？佢係左定係右咧？所以我覺得呢個劃分咧其實係唔適合嘅。咁但係咧，如果而且我都好希望奉勸咧，就係唔好咁簡單地劃分，因為呢個劃分本身就係撕裂緊社會。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我哋即係用一個學術嘅角度去睇咧，呢個青年團體佢喺成個香港社會嘅光譜裏面，應該係點樣去解釋或者係去睇咧？其實正如我一開始介紹個 demographic 嘅時候咧，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因為由我哋今次嘅呢個調查嘅呢個人嘅 demographic 咧，其實係反映緊我哋嘅呢啲會員咧，佢哋普遍嘅嗰個即係嗰個構成嘅。咁而我哋呢幾個會嘅會員嘅構成咧，主要嘅特色咧，都係屬於即係專業人士啦，屬於係即係可能係即係中產階級比較多啲啦，以及係即係學識水平一般咧，都係屬於中上嘅一個社會嘅群體。咁我諗如果從一個社會學嘅角度去睇就話，原來喺香港社會裏邊一啲嘅中產嘅或者係即係知識水平係屬於中上嘅，又或者係專業人士界別，佢哋係咁樣睇區議會咧，我覺得咁樣嘅表述咧，應該更加符合一個嚴謹嘅學術研究咯。係希望可以少少嘅即係參考。好多謝。好，唔該晒。咁啊，最後一題問題就交俾阿陳海榮。或者我都補充翻剛才咧，喺我哋嗰個 open end 嘅意見嘅節錄嗰度咧，其實都反映到個光譜咧都幾闊嘅，因為其實咧我哋有超過1000個即係唔同嘅意見咧，其實即係正反兩邊都有。咁所以我可以即係從嗰個意見嘅節錄咧，其實就都反映到咧，其實即係唔係就係一個政治立場或者某一個即係某一個區別啊，或者諸如此類。我亦都好同意阿李博士講咧，即係我哋唔適宜喺呢個問卷調查去分類咯嚇。好，唔該晒主席。好，最後一題問題就交俾阿陳海榮。咁你好，李博士，你好，曾主席。咁我其實都係香港青年會副主席。咁我見到青年嘅呢個問卷咧，我覺得好好。喺呢度咧，我想問下，因為喺報告入邊我就見到咧，大家都會喺受訪者度咧，差唔多60%嘅人都覺得區議會而家唔係太關心社區青年人嘅嗰個發展啦，或者喺呢方面着墨都唔多。咁我想問下，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嘅年輕人咧，其實例如可能見到曾主席啦，我哋可以年輕人點樣可以透過呢啲青年團體啊，例如精英會啊、青年聯會等等，可以發表到一啲關於區議會社區入邊嘅一啲事情。如果佢關心嘅話，可以點樣透過呢啲聯會去表達佢嘅意見，參與多啲咧？同埋見到今次呢個報告之後咧，下一步會唔會再有類似咁嘅調查，可以俾更加多嘅 insight 俾我哋去睇到多啲嘅東西咧？想問下呢個問題。唔該晒唔該晒你嘅提問啦。咁或者咁我以個人嘅表述咧，就係我哋都建議咧，透過呢個問卷調查咧，我哋都即係建議有關嘅部門，特別可能係同區議會多接觸嘅民政事務啦，咁就將地區嘅諮詢工作多元化嘅。正如我哋剛才講啦，地區活躍嘅地區組織、活躍嘅青年組織咧都好多，咁包括好似香港精英會、香港青年聯會或者有香港華青會啊、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我相信呢啲青年組織咧都會透過一啲渠道咧去反映佢會員嘅意見，或者甚至乎我哋定期咧都會有透過政府發放一啲信息啊，或者 policy address 啊，或者財政預算案咧，我哋都會集合會員嘅意見咧，向有關嘅政府部門反映嘅。咁其實區議會係其中一個渠道啦。市民可以反映佢嘅透過區議會去反映一啲意見啦。咁我覺得透過一啲地區嘅諮詢組織，透過一啲已經已經成立咗有一定時間嘅，亦都有組織嘅一啲青年組織咧，其實青年人都可以透過啲青年組織咧，可以向政府有一個建立到一個良好嘅溝通同埋反映意見嘅。唔該晒。好，唔該晒咁多位。咁啊，今日嘅提問咧就到此結束啦。咁各位嘉賓、記者朋友們啦，咁剛才主席啦、李博士啦，亦都向大家介紹咗問卷調查報告嘅有關情況。咁主席亦都回答咗記者朋友嘅提問啦。咁由於新聞發佈會嘅時間有限，咁想知道更加多嘅內容咧，
亦都請大家繼續關注香港青英會同埋香港青年聯會。咁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有個大合照嘅時間㗎。咁亦都有請所有出席嘅嘉賓啦，亦都係拎住今次問卷調查嘅有6個發現嘅喎，有個6個嘅重要發現嘅 Pops 一齊影一張大合照㗎。咁我哋有請咁多位嘅嘉賓，我哋常務副主席啊，係啦 Victor 啦，郭議員啦，係啦。李文傑啦、陳海榮啦，一齊啦，係啦。阿施展啦、黃施展係啦，係啊，仲有幾位嘉賓一齊係啦。咁我哋拎住啲係啦重點嘅 Pops， 我哋影張合照嘅。係咪有部分踎前面咁樣啊？係啦，企前面喎，係啊。可能有部分分2行啦，係嘛？前面。我哋踎啦，我哋嗰啲係啦，係咯，分2行係咪？我哋喺前面2行，我哋前面2行啦。而家呢度踎啊？而家係啊，係啊，喺前面係啦，係啦，我哋年輕人啊嘛，係咪先？我哋係啦，冇錯，係啦。仲有嗰邊，係啦。好，我哋拎晒咁多樣，係啦。好，我哋望住中間，係啦。我哋咁多位記者朋友係望住先，係啦。好，好拎齊咯喎，好，唔該晒。好，仲有冇？好 hold 住先，好。左手邊嘅係。好，正中間係啦。好，唔該晒咁多位。咁我哋今日嘅新聞發佈會亦都到此結束啦。咁啊，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嚟臨，亦都祝各位工作順利、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咁多位。哦，咁啊太好啦，呢排肯定好多嘢講啦。OK，我到時再聯繫你，唔該你。